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南韩国会要表决总统弹劾案，不过执政党议员又要全部拢离开现场，可能因为投票人数不够，可能弹劾案未通过。总统赖清德出席世界真快日典礼，向政治受难者致意，伊强调袂甲历史放袂记，爱对话重建社会信任。周杰伦演唱会今仔日第3天，要是有黄牛票，有民众买到假票，阁有民众买票煞互人摕刀啊恐吓。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12月7日公视第一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南韩国会即马准备表决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但是伫咧拄则第一夫人的特别检察官法案表决结束无通过了后，执政党的国民力量议员说又要全部拢离开现场。虽然投票还咧进行当中，不过因为弹劾案投票人数可能无够，有可能这个弹劾案就会无通过。因那今日早起，南韩总统尹锡悦发表全国演说，针对戒严事件向南韩国民回信礼，而且强调袂有第二摆的戒严，但是要完是伫网络引起批评。저는 이번 계엄 선포와 관련하여 법적, 정치적 책임 문제를 회피하지 않겠습니다. 尹锡悦伫宣布受回戒严了后，第一摆公开出来向国民鞠躬回信礼，表示紧急戒严是家己做回国情最后决策的人，感受到级别感所做的决定，未逃避责任，包含家己的任期在内，各种稳定政局方案会全权交由执政党来决定。 분명하게 말씀드립니다. 제2의 계엄과 같은 일은 결코 없을 것입니다. 短短2分钟的回信礼，看伫人民眼内并无满意，网络顶悬引起批判的论战。执政党魁韩东勋表示，尹锡悦已经无可能正常履行总统职务，提前结束任期在所难免。今后会为国民考虑提出最后理想的方案。上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魁李在明也对尹锡悦的讲话表示真失望，谴责这是无符合国民要求，而且让国民更较愤怒甲失望的言论。 呼吁伊马上落台，除了辞职或者是被弹劾，已经无其他办法能解决。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南韩总统尹锡悦的弹劾案也真受人民的关注。根据当地媒体估计，即马南韩国会头前已经有20个民众到场示威，现场的大街小巷是安排大量警察。 现场无共意见的2派人马距离无到100公尺，气氛是真紧张。 外界认为，不管这个弹劾案的结果如何，可能让会致使朝野对立更加严重。公视新闻团队为您持续守在南韩首尔的现场，大批民众聚集在国会议事堂前，在尹锡悦总统弹劾前夕诉求要他下台。不过，在镜头的另外一端，同样大批民众集结在此，以及观望们要力挺尹锡悦，反对弹劾，两边人马互相要阵。 네, 윤석열 대통령이 탄핵되게 된다면 최악의 시나리오가 펼쳐진다고 생각합니다. 한미일 또 대만과의 그런 여러 연합과 그런 국제 정세가 굉장히 위태로워질 것이고 분명히 제3차 대전으로 갈 수 있는 위협이 펼쳐질 거라고 생각합니다. 지금과 같은 그 비민주적이고 불합리한 사람이 통치를 하지 않고 진짜 합리적이고 민주적으로 통치를 하는 사람이 나타나서 대한민국을 훨씬 더 업그레이드 시키는 계기가 됐으면 좋을 것 같습니다. 我们可以看到呢，民众呢除了是手挥国旗之外，甚至还头戴标语，要来表达自己诉求。而另外一头呢，在地上可以看到，他们已经铺好了地垫，还有备好的粮食。学生们更是从前一天就要来到此关心时事。 어떤 계기로 해서 이렇게 나오셨나? SNS에서 이제 여러 가지 의견들을 접하고 이게 잘못됐다는 걸 인식하게 되어서 나오게 됐어요. 저도 이제 SNS에서 보고
그거는 아무리 생각해봐도 문제가 있다 생각해서 학생이다 보니까 하는 게 없어서 이참에 나와서 운동하면 좋을 것 생각해서 나왔습니다.可以看到大批警力部署在国会议事堂的周边，根据当地媒体估估，会有将近20万人次聚集在此。不过，大部分人还是认为呢，不管弹劾案的结果为何，都将加剧朝野对立。以上是公视新闻吕建宇、陈宏毅在南韩首尔的采访报道。来看国内的消息，总统赖清德的南太平洋出访行程昨宣告，今日头一个公开行程就是出席人权关联2024世界人权日典礼。赖清德伫咧典礼现场向政治受难者甲因的家属致意，而且讲袂应甲历史放袂记，爱探讨真相，开展对话来重建社会信心。向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甲家属握手致意，挨萨驻总统赖清德完成出国访问，登台湾了第一个公开行程，切次参加2024年世界人权日典礼。今年97岁政治受难者陈宪宗也伫现场分享闭关也伫绿岛的心路历程。爱我土地，爱我台湾，对台永远不会再经过这白色恐怖的。大家都以为一队撤出来会怎样，后来发现。中正纪念堂现在人流是全台湾第一高，就撤出来之后一点都没有影响。赖总统致辞时表示，台湾坚持民主自由宪政体制，民主台湾会继续向前行，无可能行回头路。政府用谦卑态度面对历史的错误，落实转型正义上好的方式，继续找出真相，展开对话，重建社会信心。为台湾人权理念付出性命、甲青春岁月的前辈。代表人民向恁致上最高的敬意，我嘛会继续努力守护台湾的主权。赖总统强调，要守护台湾主权，也需要个人团结，将共同面对极权挑战。国防部、七七立法部查到共机15只，其中超过海峡中线甲政治北部甲西南空域11只，共南8只甲公务船4只，出现伫大海。国军严密监控应处。另外，中共扩张核武威胁，美军有估中共核弹头2030年会超过1000粒，引起区域局势紧张。共军核武威胁能力已经对全球战略稳定产生冲击。传统兵力上采取就是拒止的这个战略，那在核弹头的增加，则是一个政治拒止，也就是让其他国家对于支援台湾会采取比较就是保守的态度。学者分析，中共核战略目标为核组提悬到核威胁。利用核武作为政治卡油的工具，和区域友邦国家唔敢协助台湾，所以区域国家之间会调整防卫战略，加强军事联防合作。记者综合报道。艺人周杰伦的演唱会今日到第3天，也还是有不少歌迷伫咧大巨蛋4块位求票，也出现黄牛票的乱象。有人原本提票顺利入场，但是发现家己的座位号码甲别人是同款，互工作人员请出场了后，才发现家己买到假票。甚至有歌迷买10张票，互黄牛20万了后，但是一直无摕到票。昨双方见面谈判，黄牛这边却涉嫌摕刀啊，甲人恐吓。青色拍服装出现，唱经典歌曲，歌手周杰伦登上大巨蛋开场，找工会来助阵，加动力火车唱歌，将时速砍1万。有人会买到票，有人去下水道，谁会在意擦肩而过的心碎？改编的歌词，歌迷就感觉，毕竟这场演唱会门票伤歹抢。周杰伦开场的第3日，场外收还组织不少的歌迷求票。在翠山看到他成功，所以我就今天刚好有空又再来看，就再加3000内，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哦，以前没有，以前没有，对，所以特别想来这一次。现场人挤想要看爱豆的风采，甚至也有歌迷原价5880的特区票，开2万向黄牛买2张，刷伫入场进前卡关。到现场之后，我就拿票给他扫 QR code， 但是他们说显示是黄色，就是已经被使用过，就是现场工作人员说我们的是假票，因为那是列印的。当下才发现被骗。我昨天去警察局遇到一个，他也是列一样，跟我一样。贵松松的黄牛票，想要到也是假的，互周先生失望佮受气。类似的情形定传出，网友就连续发文买到假票，也有人捌进伫会场，各方请出场。这款的变成黄牛，更加甲歌迷起冲突。刚吵架的是你们？
坐伫路边的民众透过朋友牵线，开20万买20张周杰伦七八的演唱会门票，一直无收到票，到伫初六暗约5月难判。不过对方的人到场了后，会刀啊，甲电击棒来恐吓。入南找来之2名友人认为周南之口气不佳，进而演变成纠纷案件。快打警力广告已经无冲出场面，不过当场传回细条黄牛，继续追查再度嫌犯专案以恐吓、妨害特殊定罪嫌正办。只不过周杰伦过几年去开唱，造成的黄牛乱象一流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民众伫咧面册参加理财册的抽奖活动，就是家己抽奖，说是互诈骗集团加入通讯软体LINE的群组，无摕到册，佫互人诈骗50万。针对诈骗，内政部最近预告要提高民众检举诈骗的奖金，为即马1案20万，未来按照刑期变上悬有1000万，而且一审判决出炉了后，就通先领1/3，估计明年的元旦就会正式上路。诈骗集团利用担任车手，穿普小衫的查某人就出现，卖互警力冲起哩。对方一时唔知要安怎，经过警员一番解释，这才意识到出大代志啊！替人收的钱都是诈骗的差钱，变做面高车手，妨依法依上。民众报案称，于脸书上建议抽奖证书的贴文，后续接获客服来讯称中奖。但此未收到书籍。被害人受骗的都是中奖诈骗，不法集团以抽奖送册开始讲骗，各种人又到来群组洗脑鼓吹投资，最后理财册无摕到。颠倒损失50万。也有跟老板的传的讯息嘛。诈欺成员、掠卖员化色个一直进化。台北都有一位老大人受骗假投资，临归还款迄当时，甲向员工是厝的装修费。经过警方厘清，受到对方的指示，要求保密。我们会发现其实诈骗的犯罪它其实是蛮隐性的。那我们透过颁发奖金，能够把这个更严重的诈骗犯罪把它压制下来。除了要有明确对象以外，它还有一定的事证。诈骗问题要安怎来有效打击？今嘛内政部也有告提高民众诈骗检举奖金，本来无分情节拢总20万，将来只要被告封判15年以上的刑期，检举人就会当摕到250万起跳相关1000万的奖金。上紧伫一审判决了后，都会当先摕到其中的1/3。就是可能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大家促使这一份生意吧。其实现在诈骗的其实都很聪明啊，你要去搜证，他其实也知道，所以我觉得没有很容易。政府配合打诈抓法，定出的这项草案，并明年1月7日实施，到底成效安怎？就等新规定上路。记者综合报道。罗马尼亚的总统大选，原底伫咧初八会进行第2轮的投票，所以敢若是受到罗西亚的干扰，用大量口罩操控网络的声量，互民调调查部的极端保守派候选人交结自告进入决选。根据因最高法院的裁定，第1轮的投票是效爱自投重新办理。罗马尼亚最高法院初六宣布，当日进行的总统大选定数无效，原本初八就要举行的第2轮决选，海外投票拢已经开始的时刻，一切作废，爱自投过来。决选原本是由极右派亲罗西亚的候选人乔治斯古甲亲欧盟的中间派领袖拉斯科尼对决，不过乔治斯古民调只有个位数，该日情报显示，选前伊的网络声量增加，数千口罩为伊大力宣传，冲出第1高票，怪疑有罗西亚势力背后暗中帮助。欧盟已经要求 TikTok 保留所有相关资料，调查敢有操作舆论。乔治斯古甲罗西亚拢否认指控。乔治斯古若胜选，会改变国家支持乌克兰对抗罗西亚日军的立场，也颠覆现有的亲西方政治，推动国家瓦过亲罗派，并是主义坚强的中东欧国家。不过，进入决选的另外一位候选人拉斯科尼，甚至民众也无爱看到中选的决定。Astăzi este momentul în care statul român a călcat în picioare democrația. Nedemocratic și foarte rău că s-a întâmplat chestia asta.
分析家指出，这个法院的裁决会让国家陷入制度上的混乱，引起抗争，规集青欧路线。现任总统约翰尼斯的任期原本到12月中，即马表示会留任甲新总统诞生。伊也搁一摆表示，罗马尼亚是稳定、安全、搁青欧的国家，希望投资人甲金融市场安心。公司新闻是非常平庸。昨伫咧台中市有民众可能是因为食一间店头的肠粉，煞过敏甲真严重，目眶拢肿起来。店头业者强调，实在拢是真鲜，也拢是现做的，并无问题。伊对家己的产品是真有信心。也若医师是研判，这可能毋是食物中毒，是过敏的症状。也若台中市的食安处是讲，会派人来稽查厘清原因。目睭白灵甲目頷拢红红肿肿，目底甚至规个拢肿起来，也看不啥清楚。台中一个中小姐找来到南区一间肠粉店食物件，点一盘猪肉虾仔肠粉，不过食完半点钟了后，身体竟然出现各样，赶紧急诊。建议头家为着食安问题，先卖卖这产品，可是无被接受。眼袋那边肿起来，就影响视线嘛，身体上是稍微有痒痒的。我只是想说先跟店家讲，可是没想到他的反应是就认为说我的东西就是没有问题的感觉。中小姐讲，家己定来遮食，进行验过过敏源，对两甲虾仔也拢无过敏，怀疑是即摆食材有问题。实际上，来这间店头家提这个冷冻虾仁出来，强调每工拢是真鲜现做的，也无记到其他人客反映。伊讲对家己的产品有信心。我们的虾子就是只用这一种，所以就是自己剥一剥，然后放在这种夹链袋里面，然后再用这个高温来蒸熟的。我都吃了5、6年的东西耶，都没有任何问题啊。看起来明显的是食物过敏了，尤其如果是吃完了1个小时之内发作的，那相关性就很高。不过如果说检测之前虾子没有过敏，那可能对其他的一些海鲜类可能也有过敏，或者是食物里面的其他成分。医师依照症状研判是食物过敏，不是食物中毒。也毋过肠粉也有猪肉，也有鸡卵、虾仔这配料，我都知讲是倒一个食材造成的。台中市食安处讲，后续到这个店头去检查原因，若查到无合格项目，会要求限期来改善。复查若是依然违规，会再依照食安法处6万以上2亿以下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公布季为家庭开始，关怀本教基金会伫咧中华的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阮兜讲台语”的活动，邀请台语家庭来分享学台语的过程甲心得。现场也有台语词啊，甲囡仔歌跳舞的活动，互民众甲囡仔若佚佗若学台语，落实台语正常化、生活化的目标。轻松趣味的囡仔歌跳舞，台下囡仔人拢跳甲真欢喜。阁有台语词啊，斗图过关，动手 DIY， 切草的活动，要互民众拿耍拿学台语。有这个图的，阁有电影，阁有落啊，阁有鸟啊。因设计是用一张图吼，凹凹会当做一本小小的册，内底阁有白话字，阁有台语文安尼。对囡仔来讲是伊会当接触到无共款的语文。为着实践用台语过日子的目标，提升民众的语言意识，关怀文教基金会伫台语文创意园区举办“阮兜讲台语”的活动，除了有各种的台语单位，佮邀请台语家庭来开讲，分享学台语的点点滴滴。我等下就要分享一个台语小课。我准备1个月。因为我本身的母语就是台语，所以我感觉我的囡仔理所当然应该会晓讲台语。就是开始伫咧网络找资源，开始组织共学团，开始营造台语的环境。若是大人有要紧讲咱的台语，互囡仔有机会听。大家拢继续讲，我想咱的台语一定会当佮恢复起来。关怀文教基金会为3、4年前就开始鼓励民众伫厝内讲母语，目前已经有500多个台语友善家庭。文化部嘛为今年开始实施台语家庭计划。基金会表示，透过民间甲官方同齐拍拼，相信会当互台语家庭开枝散叶，愈来愈大拍卖。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53年台湾史料基金会长期咧做台湾本土史料的研究，佮有整理的工作。每年就是二战战后80年，基金会想要以非官方的史观重新解读这段历史。
因都咧向大众收集来自民间二战到今的历史相片，佮有文件等等，希望会当编做册，带大众以民间的角度重新熟悉这段历史。这栋台湾新文化运动馆，日本时期是台北北京出事，是当时重要的警政机关。亲像这个展品是二战的时，民众到北市改做日本名的物件，到1945年二战结束，恢复原本汉名字的物件。53年基金会当咧订件来自民间二战到今的记录，希望为民间的角度重建这段历史，重新来记录我们战争的历史历史的记忆，就是要建构我们对土地的认同，台湾这个主体的意识要有自己的史观。中战80，如果我们再不留下一点记忆，可能这个以后呢，我们对这一段历史就越来越模糊。为1945年二战结束到明年2025年就满80年。53年基金会按算向民间收集二战到今的历史文件、相片，包括加速做日本兵的记录。战争当中女性的生活记录、身躯边的空袭遗迹等等，希望会当收集80件来自民间的资料，甲伊编做册，为回官方的角度重新了解这段历史。因为长期被殖民的结果所以就会充满了身份认同的焦虑同时也产生了记忆包括集体的我们对同一件事，比如说对228比如说对2次大战，包括对日本的殖民，会有不同的解释。那这个会产生身份跟认同，还有包括土地认同的疑虑跟问题。53年基金会认为，透过收集民间的历史记录，重新解读，得到新的史观，会当增加大众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明年战后80年，基金会也按算办下季学校新台湾史演习营，招托这个活动，增加民众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记者阮谢桂林台北报道。这几年来，台湾侪影视作品题材是愈来愈多元，嘛常常伫咧国外的影展得大奖。一出好的作品，除了演员的表现以外，幕后各领域的工作人员也是重要的关键人物。小等的暗时7点半，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来看少年一辈各领域的电影、电视剧青年工作者安怎贡献台湾的影视产业。要完成一出成功的电影、电视剧，除了幕前明星主角的演出，嘛需要幕后的工作者，用流利的双手甲创意的想法，帮助这个角色讲故事，亲像营造现场声音的语音师，互场景符合实际的状况，甲时代质感师，还佫有呈现咱人照相、脑化等等状态的特效化妆师，因拢是影视作品成功的重要功臣。我们做出来的声音，主要是要很写实，要让你听起来很像你日常生活中听到的那些声音，最好是做到你觉得很自然，是电影里面发出来的，让你以为是拍戏当下就录到的。在台湾并无所在会当学遮尔有路的技术，一般来讲拢是靠师傅看教，若无就是家己看册、上网找资料，经过侪试验，才有法度完成符合需求的作品。花了很多时间去建立的。可能去国外学，他们会讲一次，你跟着老师做，或者带着你做，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是成功。但是我可能要做10几次，或20几次，或上百次，我才能做出一次成功。这几年来，影视产业的劳动环境愈来愈受到政府甲民间的重视，亲像建立工作者就业的制度，使用材料的安全性，也是未来规划甲发展，拢开始豆豆产生变化。较早是一工，就是你有去有做就有钱，无做就无钱。会使去做的时间嘛无稳定。然后饲料的部分，以前拢用油性的，即马就拢改用水性环保饲料。用演过手锣拍片，一直到即马对着国际潮流的影视工业，这些少年人用创意甲坚持，继续投入这项工作。因的作品嘛受到国内外真侪奖项的肯定。希望台湾的影视产业会当愈来愈进步，在国际上，让大家看到咱的实力。记者吴定宇、林建如台北、台中采访报道。新闻最后，明仔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
北部地区16度到19度。中部地区15度到26度，南部地区16度到28度，东部地区16度到23度，华东地区13度到21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方乡亲好朋友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行伫海边的脚步声，特殊化妆就像老花的空喙，也有哪像真的情景。幕后的工作者用功夫用手。